好，来继续来看是这个苗栗湾港渔港出现着万里中沙的景象。埔河边一大片的涂沙粉，风一个吹，都袂输是沙尘暴。而且这个涂沙粉啊，佫有距离的港口，都惊会损害着渔船啊的引擎的撇啊。所以渔民要来出海，都要驶过一座搁一座的小沙坡，这要出海来讨碳，真为难。 远看过拢是涂沙，徛伫景观桥，你看湾港渔港北边的埔河边啊，甚至大路顶拢是河沙砍掉咧。渔民讲这袂输沙尘暴。风力差不多8级、9级到11级最严重，跟沙尘暴一样。哎，比沙尘暴还严重啦。沙除了积伫河边，佫会积伫港口，变成一座小型的沙洲。 渔民要出港掠鱼啊，都要较细致的，要若无严谨的叶仔片，拢会夹歹去。好像要考驾照一样，要弯呐，没有注意就会碰到那个沙堆啊。这沙有的是海沙，有的是河溪水冲落来，本来若落雨天，也是讲风大天的时，这河水会将这沙冲入海，也过因为伤久无落雨啊，沙拢积掉咧。沙分关起来，就是靠硬、靠浪，浪你要出海就是危险。 为了避免这片沙坡影响到渔民的生活，渔业署、林务局甲水利署拢有到现场去勘查。除了补助千几万的经费协助清理掉以外，嘛会加强造林甲水土的保持，减少这个沙所带来伤害。